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陈家安同庄智妍先前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足球锦标赛得到金牌，本中国队幕后11连霸，也咪是台湾足球历史上最好的成绩。陈家安是新竹客家子弟，从小路表现出打乒乓的天分才情，用左手拿球拍的伊，本教练形容是天才型的选手。其实伊是阿妈太哦，球球的时节，佢会去唔猜网度。唔过伊讲网度的路起起来继续打，从来冇想过也会是障碍。可能路系安尼，佢淡硬唔放弃，唔认输，而那会成为世界冠军。Stroke and keep your balance. But of course, nerves and pressure now comes into the picture. They've done it, and Chinese Taipei win by 4 games to 2. And the new world champions are Chuang Chi Yuan and Chen Qian An. 高冠军奖杯，台湾足球选手庄智妍同陈建安一人指导过功用。去年大人开始抢注的新黄金双打庄智妍同陈建安，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足球锦标赛当中，大洋的中国强敌何帅同马林压住，用4比2得到历史上头一面金牌，打出台湾足球一等好的成绩，没打破的中国队11连霸的迷梦。那时候当下争金牌的时候没有想太多，那时候是跟中国队，其实他们是要准备拼11连霸，但是我们最后是以4比2赢下来，那时候当下是很高兴，然后赛后就是觉得是一个奇迹吧，然后也非常高兴为国争光，对。陈建安人在法国并爱得金牌的时节，新竹足北陈凤仁每总体天司机头前为伊加油。大洋激动分间，亲戚朋友听到窝窝哼哼，陈妈妈还听到点目子。要哭了，要哭了，是不是？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。陈建安12年生就点出会打乒乓的才能，没学个比空气的声音的国家，强烈的1年就拿到自由比国小组冠军。新埔国中时期，在全中运打出的国男足单打3连霸，还在14岁今年跨级当选成员国手。2008年拿到台湾第一个世界青少年单打冠军。培训20年的教练叶万书讲，陈建安是一个天才选手。我也所有的功用，唔係以天生自然就有嘅，係陳建安年長日久，才慢練來嘅。早上都動作都練球嘅哈，練到下午，那爸爸都會載他從新埔再到從家裡再到新埔，就是上完課啦，再去練球，練到晚上10點，爸爸又載一轉來，嘿，就是這樣一直持續下去，也蠻辛苦的啦。陳建安是可以說是一個天才型的球員，而且他比賽的這個從小的那個對這個桌球的志向就很高了。我們那時候訓練他1、2年的時候，我們就發現他將來會有很大的成就，所以不斷的灌輸他說，你將來要往這個國際級邁進啊，然後這麼多年他自己的努力哈，他終於做到了。陳建安得到金牌，頭一擺回到伊體新組訓練10年的基地，新埔足球訓練站，學天外樸素熱烈歡迎伊。今天我們很歡迎你們的那個大學長陳建安榮獲世界冠軍，然後他現在來跟你們勉勵幾句希望以後你們這裡面還能夠再產生第2個世界冠軍最主要還是要認真訓練，然後不管有多大困難，都要努力去克服。希望你們跟我一樣好。陳建安為國爭光，拿到世界金牌，喺亞洲賽球員心肝頭度崇拜嘅人。學天外上載嘅同陳建安協商做紀念，訓練站以下嘅變作為簽名會嘅現場，乒乓嘅球衫、球袍總可以拿出來幫伊簽名。因為他很有名啊。
然后他这次打得很好。我觉得这样子，我也可以，我的球技也可以进步，所以我才会把衣服给他签。陈建安还可能學踢練球嘅，還個用前畢業身份來交易等。那个拉球點早一點，不要太慢，不要放下來，在上面拉就好。今年23歲，上來斯文秀氣嘅陳建安，係嘅改變上嘅太細阿哥嘅。我打起足球，3個月賽期過等陣，其實伊係阿馬太，打起亞種揾腳步愛改革嘅足球，雙腳嘅負擔比其他嘅球員還個大。佢會幫到，我以唔認輸，讓係唔達也先天障礙，三盲打。我從小的時候就是像追球的時候比較容易跌倒，從小的時候就是慢慢習慣這個先天上的缺陷，就是跌倒就再站起來。對，他是扁平足沒有錯，因為我們在訓練當中就發現說他常常會有摔倒的現象啊，就是說他撲球的時候重心不穩會跌倒，他連比賽他經常會摔倒，就像他這一次去打這個世界盃，我也看過他有重心不穩，然後往下摔倒的這個動作。陳建安去年11月初喺波蘭公開賽嘅時節，我生意左腳偏倒，一直還唔前完全好，就連世錦賽獎金牌也敗，都係帶登上贏標嘅。治療就是像我的腳傷，然後現在就是以機器在做治療，像超音波、電療，還有冰水療那些，都是一直在持續做。除了繼續復健，陳建安未恢復正常訓練，觀望球會為更大更好嘅佢，一下世界排名26，而希望做得同台灣各位打乒乓嘅選手，三盲練、三盲打，來增強實力。我是希望就是像國內好的球員，就是可以密集在一起訓練，因為像台灣的，就是訓練方式，就是每一個好的選手都是分散訓練，像我就是在大學。對，然後莊智淵是他在高雄，對，我希望就是更多好的選手可以在左訓這樣密集的訓練，對，這樣對我們的實力跟對手也會增加。陳建安也繼續球界能拼出體位新選手，開出世界主機，20歲嘅佢還有過長開演嘅路外行。3號來嘅世界太空運動會，2014年韓國金城亞運，同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，陳建安愛繼續拼，來爭取得到嘅金拿位嘅世界金牌。